没心情吃嘞。我突然心情很 down。我刚刚卡加片就当的。会不会太多？你会不会演太多了啦？拢卖钱啊！姐啊，歪落啊！哎，伤多吧？可以吗？哦，我在讲一下。肉心呢？我袂使啊，我开始在醉啊。无10点半前。哦，来，牛排是，我跟你讲，吃饭皇帝大，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，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。我们先专心吃饭，再去专心工作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都不准给我聊工作上的事。哦，我们切断，没有工作室，先中断，先中断。耶，讲法就华裔耶，这个感觉应该很好吃。